宇康，我係美東自續中餐會主席，感謝大家嘅到嚟10週年致慶新春聯歡晚會，我哋將繼續努力，將自續中餐會搞得更好，揚光大。
中親會主席趙宇康主席帶領大家先去嗌組圍軍。嚟啊！太祖為賓，朕族無親疏，世世為司馬，密切呼而興文，密切貴而驕戰，國而念之，無負朕足。好，依家咧就請大家向我哋嘅趙氏祖先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上香，敬奉祭品儀式，有請趙族子弟趙宇康、副子弟趙炳堯、副子弟趙建明、林西豪行子弟林廣良、馬氏公所馬潔平子弟、趙族嗰位元老顧問等咧就子弟咧點今次。正式字1、2、3 ，very good。有請趙族嘅元老顧問。阿啲兩個人可以同埋咧，林西豪行嗰位元老顧問馬日也嘅主席，元老顧問後期一齊敬金枝西果幸運。OK。好啦。現在咧就係敬酒儀式現開始，請趙族子弟趙宇康子弟、趙炳堯子弟、趙建明子弟、林西豪行子弟、林達賢子弟、林國忠子弟、馬氏公所馬潔平子弟、趙洪武係咪子弟子弟都係姓趙啫，好啊！各位趙族嘅元老一齊啦敬酒首先向趙氏祖先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兩鞠躬，三鞠躬。OK， 敬酒。好，向我哋趙氏祖先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兩鞠躬，三鞠躬，敬酒。依家咧係珍寶儀式，請趙族子弟趙宇康、副子弟趙炳堯、趙建明、林西豪行子弟林廣良、馬氏公所子弟馬潔平子弟。
好啦，而家咧就開始係切金宵儀式，祝我哋持續發達興旺，內無疆力，身體健康，大家萬事如意啊！依家開始，請照着主席趙以雙，副主席趙景陽，副主席趙建明，林雞豪主席林爽。好啦，睇住，祝大家個個咧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照續中餐會美東照續中餐會60週年慶典，多謝大家光臨，亦首先多謝林世雄啊、林游、林廣亮新領嘅代表。多謝馬氏馬業榮主席，新領馬氏祝賀我哋，亦希望我哋林世雄、趙氏同埋馬氏大家一家親啊！希望以後大家友誼長存多啲來往多謝大家。咁咧而家由林廣亮主席同我哋講下。今日係照續中親會嘅親宴，香港講係60週年啦，所以咧我哋咧恭喜照續會務昌隆，大家在座身體健康，我哋林氏、趙氏、馬氏喺兄弟情如一家，咁希望我哋咧多啲聯繫，多啲緊密溝通，咁我哋咧。最後咧，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大家而家新年快樂啦！而家由馬氏主席同我哋講兩句。照續兄弟姊妹，元朗林世雄同兄弟。個個都講晒啦，我仲講兩句啦。祝照續會務昌隆，我哋三兄弟以後前結一生，大家多多來往，祝在座各位新年快樂，馬年行好運。OK。而家再下嚟呢，就由子氣行嘅主席。亦係我哋副主席，我哋趙氏中餐好啦，同我哋講兩句。大家中午好啊！今晚係我哋美東照續中餐會成立60週年嘅節慶，同埋新春敬老龍春晚會。咁好多謝大家今晚嚟參加我哋嘅傳統拜祖嘅儀式。我既係代表支行，亦係照續嘅副主席。希望大家呢新嘅一年身體健康。我哋林、趙、馬三兄弟世世代代互相支持，行業共同努力，大家一同進步。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多謝大家嚇！大家晚上好。青馬迎春步高，照續中親年年好。尊敬嘅各位嘉賓，尊敬嘅各位僑領，親愛嘅美東照續中親會嘅中親們、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我係今晚嘅主持人吳馮英，我係啱啱嘅主持人趙婉玲。喺1000多年以前，趙姓皇族喺政壇上叱咤風雲，我哋嘅宋太祖趙匡胤開啟咗一個高度文明、經濟繁榮、文化教育同埋藝術蓬勃發展
展嘅朝代，嗰個時候嘅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三大技術得到空前嘅應用同埋發展。繼盛世唐朝之後，歷時319年嘅大宋王朝，被歷史學家以為東方文藝復興嘅璀璨時光。時光荏苒1000多年已經成為歷史。我哋叫做個中餐，趙王做個中餐指示，承上啟下，遍佈世界各地。每個角落都有我哋姓趙嘅中餐門，生機不牙，開枝散葉，絕中成長。剛好今晚係我哋紐約美東趙族中餐會成立60週年嘅慶典，甲子回頭，滄海桑田，任重道遠。我哋再翹首展望星辰大海，未來可期。我們叫做從剛剛成立之初，歷代嘅新前門、新田嘅奮鬥，拼搏不息，才擁有今天嘅成果和規模。到目前為止，我哋美東節目中餐會在冊嘅會員已經多達600多人，並且添加咗不少年輕嘅生力軍。現在我宣布，美東節目中餐會60週年慶典暨新春聯歡晚會正式開始，掌聲有請新一屆嘅主席趙義康主席、趙義康中長上台致辭，掌聲有請。掌聲歡迎！尊敬嘅各位來賓、各位中長、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金馬迎春，萬象更新。喺呢個辭舊迎新嘅美好時刻，我哋歡聚一堂，共同迎嚟我哋美東趙族中餐會60週年致慶新春聯歡晚會。在此，我謹代表美東趙族中餐會，向在座各位嘉賓、各位中親致最熱烈嘅歡迎同最誠摯嘅新春祝福。首先，允許我隆重介紹今晚嘅特別嘉賓，我哋趙氏嘅恩公林世河行喺林廣良先生率領下，林氏中學學團企起身同大家打招呼。多年嚟，林氏對趙族中餐嘅事業關懷備至，鼎力支持，我哋銘記於心，感恩不盡。同時，我哋亦熱烈歡迎以趙氏同根同源、血脈相連嘅馬氏主席馬潔平率領嘅馬氏兄弟姊妹，起身俾大家。趙馬同根，情同手足，而我哋嘅情誼喺新時代更加深厚綿長。另外仲有紫氣堂嘅兄弟姊妹們，起身！紫氣堂嘅兄弟，我哋趙氏其中紫氣堂基本上都係同埋我哋趙族係一齊㗎啦。我哋仲熱烈歡迎各位民選議員、各位僑界領袖、各社團代表及各界友好人士嘅光臨同支持。正因為你哋嘅關心同幫助，我哋中餐會才不斷壯大，會務蒸日上。喺過去嘅日子裏，美東趙族中餐會喺各界領導同中餐嘅共同努力下，秉承敦親睦族、服務中餐、
回饋社會嘅宗旨，積極開展各項會務活動。我哋堅持每年為中親派發中秋月餅，讓鄉情喺團圓中傳遞。我哋持續向長者發放藥敬老金，以表達我哋對長輩嘅尊敬同關懷。我哋仲積極組織節慶活動，舉辦春秋祭紀祭祀活動。我哋不斷加強與各兄弟社團嘅交流合作，共同推動華人社區嘅繁榮發展，讓中華優秀文化喺海外添身相傳，發揚光大。展望新嘅一年，我哋將繼續團結廣大中親，凝心聚力，學轉會務，服務更多族人，加強與各界嘅聯繫同合作，提升中親會嘅影響力。60年嚟，前輩為我哋嘅打下咗堅實嘅基礎。我哋將會與中親們繼續共同努力，同心同德，攜手並進，書寫更加輝煌嘅篇章。最後，祝願各位來賓身體健康，事業興旺，萬事如意。祝願美東自族中親會蒸蒸日上，再創輝煌。讓我哋舉杯同慶60年，為新春友誼乾杯！多謝大家。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林西荷塘林廣亮主席致辭。尊敬嘅裕康主席，趙炳耀主席，趙建榮主席，各位社團嘅主席、會長，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今日非常高興參加美東自族中親會嘅親緣，我哋林氏、趙氏、馬氏三兄弟咧係有個宗族嘅情誼。咁人哋後先有人問咩？一趙族嘅議員嚟講話，我哋咧其實趙族，我哋咧林西荷塘嘅祖先救咗佢兩兄弟，嗰個名叫咩咧？一個叫林大奴，一個林二奴。咁咧佢大個咗之後咧，就改翻姓趙，所以咧。浮石同埋新會嗰個新會我哋下路嗰姓趙嘅，都係我哋咧所謂係叫恩兄咯，而家叫條恩啊。所以咧今日就唔講咁多，就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家庭幸福。多謝，歡迎紐約浮石紫氣堂趙建榮主席致辭。掌聲歡迎！各位嚟賓、各位中親們、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係支行嘅趙建榮，又係美東自族中親會嘅副主席趙建榮，又係今晚嘅司儀，所以非常多謝，又非常之高興能夠今晚你哋參加我哋嘅自族中親會，要你哋嘅參與咧，我哋嘅中親會一定係非常之好。美東自族中親會成立咗60週年。從啱啱開始嗰陣時咧，係好少嘅人嘅，到依家我哋經過幾代人嘅辛勤嘅勞動同埋發展，到依家形成咗代冊嘅會員，已經有600多人。並且呢2年咧，後生嘅，雖然後生嘅咧係40以下嘅人咧，都增加不少。我哋浮石係同自族中親會分唔開嘅，係我哋嘅會員咧喺自族中親會都佔咗有200多人。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大家情同一家，我哋都係皇族嘅祖先後代。
我哋嘅浮石村。南晒河塘係我哋嘅恩公，我哋永遠行到邊度都係有個男士，我哋身經男士最經好先嘅，多謝南西河塘嘅。馬氏嘅兄弟咧，又係我哋嘅細組兄弟嚟嘅，不能行到邊度，我哋趙馬一家親，非常之多謝。今晚我藉此機會向大家拜個晚年，祝大家新嘅一年身體健康，家庭幸福。馬年行好運，學業有成，工作有成，財源廣進。多謝大家。紐約馬氏中親會馬潔平主席致辭，掌聲歡迎。尊敬嘅趙族中兄弟姊妹們，各位僑田領袖、南西河塘恩兄弟、紫氣堂兄弟，各位僑田領袖，大家晚上好。今日佢喺度講下我哋馬氏嘅點解要同趙族係乜嘢姻緣？早喺3000年前係一個趙朝將軍會打仗翻嚟，皇帝奉地喺邯鄲奉個地俾佢改個名叫做馬服軍。馬服軍佢整下我姓馬嘅就好咯，咁我哋馬氏嘅由嚟係咁啊，3000年前。今日好高興嚟參加趙族嘅春宴，我祝趙族會務昌隆，祝在座各位馬年行好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謝謝大家。有龍崗親義公所張少明主席等同仁元老嚟參加我哋嘅今晚嘅周年致慶同新春晚會。我哋請有一龍崗親義公所張少明主席上台致辭，掌聲有請。宇康兄弟、景耀兄弟、建元兄弟，所有嘅趙族嘅叔伯嬸母、兄弟姊妹們，大家晚上好。龍崗公所歷史悠久，呢個龍崗公所咧已經係138年嘅歷史啦。趙族趙氏係我哋龍崗公所嘅4大支柱之一，不能缺少嘅。趙族人才濟濟，一路以嚟對龍崗公所嘅所有會務事務都關心我哋嘅會員，樣樣都做到十足。喺度我非常感謝我哋嘅趙族，我哋嘅趙氏兄弟，我哋龍崗公所不單止歷史悠久，我哋一路以嚟都係秉承呢個忠義仁勇嘅精神。我哋不單有劉關張趙，仲有馬王都係我哋嘅兄弟，林氏都係我哋嘅兄弟，所以我哋咧就係非常非常親密嘅。希望我哋以後繼續一齊合作，將我哋嘅龍崗公所嘅會務同埋呢個趙族嘅會務，各個公所我哋兄弟嘅會務蒸蒸日上，會務青龍昌隆，喺度再祝大家萬事如意，龍馬精神，身體健康。多謝晒。有一華僑婦女會主席趙賴慈姑，亦係我哋美東趙族中餐會嘅名譽顧問，上台致辭，掌聲有請賴慈姑。各位僑團領袖，各位男女嘉賓，各位兄弟姊妹們，大家新年好！我今日好榮幸，亦好高興嚟參加我哋趙族中餐會60週年致慶同埋新春聯歡嘅宴會。我喺度恭祝大家新嘅一年龍馬精神，家庭幸福，心壯力健，萬事勝意，恭
哋嘅陳學禮周議員嘅中意。周參議員，周參議員，同埋參議員，趙靜安民選官員代表趙靜安先生一齊。趙靜安係我哋嘅周眾議員嘅鄭永佳代表，鄭佳議員嘅代表，有請兩位。多謝晒各位，多謝多謝趙主席，多謝各位領導，今日嚟到呢度好高興。你知道點解我咁高興咧？因為咧，我今日聽張主席、馬主席、林主席講嘢啦，我真係學到好多我哋華人嘅歷史。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呢幾個姓咧係好親密嘅，係兄弟嚟㗎。咁樣我想問大家一樣嘢，姓陳係咪你哋兄弟啊？多謝晒先。無論你姓乜嘢都好，姓陳、姓張、姓馬、姓趙、姓仲有咩？姓黃，仲有姓李，我哋大家都係華人。大家都知道我哋最拉尾呢3個市長啦，都好攻擊我哋華人嘅社會㗎。呢個我唔知道佢係真係唔抵得我哋啊，定妒忌我哋啊，定真係歧視我哋。但係我亦都好多謝大家選擇咗我嚟代大家發我哋嘅華人嘅聲音。所以咧，既然大家咁支持我，大家選咗我上去代表大家發聲音啦，我只係可以保證一樣嘢，我會繼續同大家努力奮鬥，對我哋華人嘅社會嚟抵抗人哋嘅攻擊。就多謝晒先咁樣，我未曾俾個麥俾趙Ken 都係姓趙嘅。我明俾個麥俾佢之前啦，我想講聲大家，我願望大家今年龍馬精神，出入平安，身體健康。多謝晒各位，我帶住個獎狀過嚟，但我等下聽講埋先啦。鄭永佳議員嘅代表趙靜安先生，我哋嘅紅中兄弟支持，有請，掌聲有請。大家晚上好。今日又加咗3、4個禮拜都未休息，但係一定要趕過嚟因為咧嚟到趙族咧，即係翻到屋企，以前喺台嘅St James嗰度咧，就喺嗰度由細玩到大，呢度好多細叔伯咧都睇住我長大，有好多都識我媽媽，所以我非常特別回到嚟趙族中親咧，好似翻到屋企咁樣。鄭議員咧，因為聽朝早咧要上 Albany 咧就開呢個嘅budget 嘅meeting， 因為嘅州政府仲未 pass 嘅 budget meeting， 所以咧佢就未辦法嚟。我喺度代表鄭永佳州議員同埋代表自己多謝趙族同埋所有趙氏嘅朋友、僑領、社區朋友祝大家新年快樂，60週年快樂，多謝。我呢度有少少嘅答謝表揚狀。今晚我哋係美東道中餐會成立60週年節慶，亦係我哋新一屆嘅2026年至2027年嘅新一屆嘅主席同職員嘅就職嘅年份。接落嚟請我哋嘅中文司記趙判橋司記同我哋宣讀今屆嘅職員名單，有請趙判橋司記，掌聲有請。依家由我咧就介紹美東趙族中親會20至27年新一屆嘅職員名單。主席趙以康，副主席趙炳耀、趙健明明，元老趙國英、趙必亮、趙寶柔、趙以健、官民、趙適宜、趙善玲、趙北嬌、趙女士、趙善興、
義顧問趙麗慈女士，法律顧問趙光少律師，英文記事趙冠頭本人，趙親生先生，財政趙李和。趙崇軍、客數趙志寶、趙佩嬋、劉葉子仁、趙秋生、劉葉偉賢、趙華票、趙德慶、趙長和。趙艷玲、趙鵬超、趙新友、趙洪勝、趙偉金、執行委員趙旭傑、趙出康、趙親頭、趙炳光、趙海河、趙建流。趙美琪、趙暢豪、趙梅華、趙惠芳、趙建英，介紹完畢，祝大家馬年好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哋開場嗰時咧，我哋宣佈過我哋。台面上我有個獎券，我哋正台有10張獎券。今晚我哋有非常多嘅抽獎，現金抽獎嚟嘅，有50蚊嘅，有100蚊嘅，仲有大獎200蚊嘅。咁我依家宣讀一下我哋嘅捐款出嚟抽獎嘅名單，排名不等信係嘛？多謝晒大家。趙義康300，趙炳耀300。趙義傑300，趙崇軍300，趙美安300，趙乃慈300，趙以升300，兩一文樓紅鄉會300，薛文鳳200，長興裝修公司200，趙之寶200，趙洪勝200，趙色源200，薛俊傑100，趙艷玲100。趙艷芳100，趙乃善100，趙乃真100，趙必亮100，趙善興100，趙冠橋100，趙利旺100，趙建寧100，趙偉金100，趙偉芳100，趙梅華100，趙秋生100，趙娟梅100，趙春生100，伍艷玲100。張艷紅100，趙新友100，劉志強100，趙春橋100，一共係5500蚊嘅現金獎嚟嘅。我哋俾啲掌聲，多謝剛才逐個嘅名單所有嘅兄弟姊妹們啊，多謝晒。仲有趙黃妙玲邊嘅紅酒1箱12支嘅，多謝，唔好意思倒漏咗，我跟住。接落嚟要請我哋嘅流入主任趙超生上台介紹我哋嘅嘉賓，有請，掌聲有請。現在介紹嘉賓，紐約蘭西學堂林廣良主席。藍達賢主席，藍國棟主席，紐約浮石之義堂趙健利主席，趙禮慈總顧問。
趙善明常務顧問，趙女成常務顧問，紐約馬氏中餐會馬傑平主席，馬鴻蒙主席，馬偉才主席，紐約龍崗餐業公所鄭兆明主席，趙雷成主席，劉欣欣主席，關祖道主席，劉南瑤元老創立，張漢澤元老，趙善明元老，趙明照元老創立，紐約劉橫水同鄉會劉瑞鎮主席，劉遼軍主席，劉秋成主席，劉氏中餐會劉志斌會長，紐約華僑婦女會趙麗全主席，眉東鄰城公所梁漢本主席，紐約萬良工商總會陳啟玲總理，曾志昂會長，紐約自由督餐公所陳國元主席，紐約開平同鄉會鄧學賢主席，關祖道主席，李氏公所李壯志主席，眉東廣東校友會梁仲禮主席，眉東新梅校友會梁華超主席，新梅文流同鄉會吳士旭主席，新梅長沙同鄉會薛文峰主席，新梅慈溪同鄉會趙崇軍主席，紐約群英舞蹈隊吳群英隊長，紐約斗山同鄉總會嚴炳志主席，海南同鄉會陳在福主席，美國華人僑胞聯合總會趙江源廠會主席，張曉華主席，黃香煙執行主席，美國愛心遊漁聯合會鄭修平理事長，施工工商總會陸時生主席，五水山公所伍健潮主席，伍國賢主席，眉東三億總公所江惠成主席，黎雲峰主席，白沙同鄉會華成芳主席，
經理、黃修黎經理、馮生會計師樓。以上介紹完畢，姚錯樓，請大家多多見諒，多多包涵，多謝大家。非常多謝秋生中長，接落嚟要請我哋嘅趙炳耀主席為我哋致答謝詞，有請趙炳耀主席，掌聲有請。尊敬嘅嘉賓，各位寮社嘅精英代表，還有我哋趙族嘅中長、中親兄弟姊妹，大家晚上好。今晚我哋喺鳳凰城海鮮大酒樓舉辦美動趙族中親會成立60週年之慶嘅新春聯歡晚會。呢次慶祝嘅聚會，除咗我哋趙族中親會嘅兄弟姊妹如七夕之外，還有我哋嘅民選嘅政府官員、條街嘅精英代表、親朋好友，特別係我哋嘅民選嘅政府官員能夠喺百忙中抽出寶貴嘅時間出席我哋嘅喜慶，我哋深感榮幸。今晚出席嘅貴賓眾多，高朋滿座，大家都好盛情啊！人到禮到，為今晚嘅喜慶讚美咗唔少嘅節日氣氛。難得大家一直以嚟對我哋中親會嘅支持同幫助，在此我謹代表美東趙族中親會致誠向前來到我嘅貴賓、條街嘅精英代表、親朋好友深表感謝。今晚嚟參加我哋嘅喜慶會咧，社團好多，包括親朋好友，見我哋嘅年誼唔少，但我哋呢間咧喺呢度都還未恐懼到，所以咧未能一一公佈出嚟，祝福大家，希望咧大家多多包涵。當然最重要感謝嘅，還係我哋趙族嘅每一位中長、中親兄弟姊妹，佢哋無論什麼風風雨雨，大家始終能站喺我哋嘅身下，默默咁支持我哋，團結互助，和衷共濟，確保我哋中親會嘅會務能夠穩行之遠。今晚嘅聯歡晚會能夠得到會員們嘅大力支持，眾多嘅鄉親兄弟姊妹、親朋好友紛紛解囊贊助，獻讚嘅獎金節節攀升。頭先我哋嘅主席係講到嘅獎金從2000多元一路贊助到5000多蚊，係嘛？大家嘅舉動我哋真係好感動多謝大家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多謝各位鄉親。最後，祝願大家喺新嘅一年裏，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
照續中親會無昌隆，謝謝大家。欣賞我哋嘅舞蹈，有請團體舞蹈隊嘅表演《開門紅》，掌聲有請。我哋美東自助中餐會合唱團所有嘅成員要出場啦！健康之際，最緊要之際，我哋嘅之際帶領我所有嘅職員上台合唱。你嘅鑼鼓響一片，聲聲爽交遍，你個大眾多歡唱，個個樂興烈。你的風浪。
多謝晒所有嘅成員，多謝晒下邊嘅掌聲，多謝下邊。我哋第一杯酒，祝世界和平，人民安居樂業，龍馬精神，財源廣進，家庭幸福，乾杯！第二杯，祝各兄弟橋段會務昌隆，社會繁榮興旺，祝美東自動中餐會財定兩旺，會務蒸蒸日上，業務更上三台階，乾杯！多謝大家。聽我嘅大合聲之後呢，接落嚟有請大家欣賞舞蹈，熱場伴歌，有請群青舞蹈團為我哋演出舞蹈，熱場伴歌。非常多謝。請大家拿起你自己嘅獎券啊！我哋第一個嘅幸運抽獎係第一個幸運 number 係後邊4位啊！2964邊位幸運兒？29823034近尾落嚟3034第一位係3230。
多謝先係嘛 ？OK， 睇出嚟，仲有一位啊，262994。請係趙韻陽，有請趙韻陽。掌聲響起，多謝晒。非常多謝我哋嘅中親雲蓮養嘅獨母三母，多謝晒，非常多謝35個，校長你自己恭喜你啊 ，OK， 一人猜3個先。我哋仲有邊個報名啊？賴前鋒，請上嚟同我哋抽獎，262932。請大家順福啲嚇，聽到自己。263165，歡迎工商總會陳啟廉總理同我哋探出3嘅合約。合約係3位，請阿林廣亮主席同我哋抽獎3位。262942，262942。下一個中獎號碼係26237， 26237， 26237。下一個號碼係26243， 263196， 263196。26238，哦，2623236。齊齊企好佢，舉紅包啊嘛，開唔開心？未交，大聲啲，開心啊！你哋下邊音樂啊？仲有200蚊㗎 ，OK。我1、2、3，大家開心，唔好出聲啊！1、2、3，開心！地產經紀嚟㗎，賣屋做屋都可以揾佢㗎。263104，263104，邊位？呢個係本籌獎嘅嚇，263104。
請大邵氏中餐會嘅兄弟、志雄兄弟，我哋一齊唱歌。哪怕是千里萬丈浪，輕輕好，往前勇闖。敢愛敢恨，四人四眼擔在當。風嘅天光明，一生都打拼，我是他人。就望對面之家鄉，要將今生改變，同牽手而行，每一生一世均會情意長。前路哪怕是輕輕萬丈浪，輕輕好，往前勇闖。邊樣上嚟校長？係邊樣主席？我哋5嘅200蚊啊，OK，睇住你嘅獎佢啊，自己查揾自己。龍江嘅兄弟們，坐門啦，一個角落，中獎機會係均等嘅一個。262989，262989。第一個號碼係呢度第一個中咯，262989。馬主席咧就同我哋開玩笑，佢哋話我哋笑得未夠，所以俾啲掌聲佢。仲未有啊？睇下邊個啊？呢個號碼未上嚟啊？2629。262989，啱嘅。第一個客客言，呢度係200蚊嘅。真係龍江啊！真係龍江會員喎。張主席話：你一定要抽翻龍江會員，因為呢度在座大部分都係龍江會員啊。唔係姓趙就姓係咪啊？因為我哋姓趙係龍江嘅一部分啊嘛。喂，好似造假咁喎，抽下李成哥個姐夫喎。哎呀，李成哥，係嘛？又有酒飲樂，又有酒飲樂。第3個中獎嘅號碼係270488。
好喺呢度。林氏中咗，林氏中咗，睇嚟聽日爭茶有着落啊嘛！邊個？263091，邊位中咗啊？有冇人？通常好多人舉手話中獎嘅，咁邊位啊？邊位中獎先？有冇人中獎啊？哎，呢個文流動協會主席吳思旭先生 ，OK， 啊，吳生好 ，OK。呢個獎電我睇下先 ，OK， 多謝恭喜你啊！喐哥中咗獎咧，聽日文流嗰啲響你，我又飲茶。263091喺度啊 ，OK， 恭喜所有嘅愛兒，多謝所有嘅嘉賓，我哋大家一齊影張相好啊 ，OK。好，影張相嚟。仲迎着雨，現實風中的白端，低訴聲已用兩情扣彎彎似早已清泉，悠悠重重倒轉，偶以山中將送一片片情落葉，但整體之中就飄遠。送你祝福永不斷，輕飄尋覓無邊路遠，遮擋了雨，路上細天溫暖，冰足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送你祝福永不斷，仍尋覓無邊路遠，遮擋了雨，路上細天溫暖，冰足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大情風。奉上衷心祝福好，多謝。入開面，始終也是愛人，只有萬里心，只有小人嘅要。
美東自錄中餐會60週年致慶暨新春聯歡晚會到此圓滿結束。再次祝各位馬年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進步，財源廣眾，萬事如意。晚安，晚安。繁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人生如夢，朋友如霧，難得知心幾經風暴，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遙遙晚空，點點星光，息息相關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總不分我或你。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人生如夢，朋友如霧，難得知心幾經風暴，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遙遙晚空，點點星光，息息相關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總不分我或你。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遙遙晚空，息息相關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總不分我或你。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
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面舊朋友，就算心永未遙遠，但這刻渴望見，即使重聚再短，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那種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隨年和月身心碎耗損，有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戀仍是純真未變。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面舊朋友，就算心永未遙遠，但這刻渴望見，即使重聚再短，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那種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隨年和月身心碎耗損，有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戀仍是純真未變。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都變遷，有共情不變，那種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隨年和月身心碎耗損，有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戀仍是純真未變。願晚風心裏吹，吹散我的淚，似風箏把你追。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一扇燈。心中所屬唯動你，不管天賜何心，今生再沒遺憾。即使分開仍念記，忠心得你惻隱，溫馨我這半生。讓某天風花雪月至今，我傾心，只等你回來時貼近。俗世間江山雨落無盡風蔭，如滄海未盡緣分。願晚風將我吹，吹進你心內，晚燈映化情海，如映照將我身痴情難自禁，夜半鶯歌嘆息我孤身。願晚風心裏吹，吹散我的淚，似風箏把你追。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一扇燈。唯動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地。舊日片段曾送你，緊緊擁抱不棄，終於再沒逃避。讓
某天風花雪月如淚，我等你悲歡過後如願再聚。俗世間江山雨落無盡唏噓，如滄海一生回味。願晚風將我吹吹進你心內，晚燈映花漸開，如影照將我心痴情難自禁，夜半鶯歌嘆息我孤身。願晚風心裏吹吹散我的淚，似風箏把你追。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一扇燈。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一扇燈。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多少友誼能長存。今日別離共你雙雙兩握手，友誼常在你我心裏。今天且有暫別，他朝也定能聚首。縱使不能會面，始終也是朋友。只有萬里山隔咗兩地了，不須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改不了。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多少友難長存。今日嚟共你雙雙兩握手，友誼常在你我心內。今天這一暫別，他朝定能聚首。縱使不能會面，始終我哋是朋友。有萬里山隔咗兩地了，不須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改不了。
命前生早注定，離愁夢裏仍是家鄉。要將今生改變，共你牽手風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長。前路哪怕是掀起萬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闖。敢愛敢恨，死捱死慳膽充氣壯。從未怨過命，一生都打拼，話是丟就娘。唔願信命前生早注定，離愁夢裏仍是家鄉。要將今生改變，共你牽手風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長。前路哪怕是掀起萬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闖。敢愛敢恨，死捱死慳膽粗氣壯。從未怨過命，一生都打拼，勝利雙手創。敢愛敢恨，死捱死慳膽粗氣壯。